风雨风台要来咯！林保署花莲分署伫早起7点，嘛针对马太安溪崩山湖发布红色警戒，公河乡嘛影响个红林镇哦开始撤离。花莲县政府嘛紧急宣布，公河乡今仔停止上班上课。北部明仔载敢有可能会放风台假咧？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会密切来注意。 阵阵的海涌冲到河边，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影响，台东烟花已经出现差不多5公尺的长影，甚至超过爆花。避南溪也受风力影响，溪部靠风背山。 用座机广播撤离，另外伫花莲要协助撤离的军中卡车已经进入公河乡。即马风台要北越接近台湾，林保署花莲分署针对马太安溪崩山湖发布红色警戒，公河乡顶3乡镇开始启动撤离工作。其中因公河乡超过1400人被撤离到各学校避难。所以花莲县政府进前也紧急宣布，公河乡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。 中午大概1点，我们强制的撤离。我们目前呢准备6台游览车、10台的金卡车，然后大概4点以前应该可以来做好撤离到1435啦，量这人数蛮多的。一台车通过马太安溪便桥，今马崩山湖发布红色警戒，水过马太安溪便桥也会看水头水量甲崩山湖水位变化，甲暗光指挥监控管理站，无排除启动指出无入禁止人车通行的管制措施。 预估雨量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值200mm以上，所以我们在早上7点发布了红色警戒。另外，北部地区也唔敢大意，特别市长蒋万安透早也到风台应变中心听风台警备，对气象组有过风台侵袭的记录。特别市恐惊有69趴，外界关心是唔是有机会停班停课。整个转向的角度、路径、速度都高度不确定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密切掌握台风的动态，评估对台北市接下来可能造成风势雨势的冲击。相关的手法包括修坡、除树以及喷浆等等作业，那目前都已经取得暂时的稳定。 特别市关键防止便砍处理，罗总统也提醒全国注意风台动态。因为它的路径非常罕见，特别是在花莲应该撤离的就要全部撤离。各县市预期会有好大雨量的这个土石流的浅势地区，也应该要做好优先撤离的工作。 罗总统表示，面对这摆正罕见的风台，全国一定要做好风台准备，将上海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